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创造宇宙的大主宰，阮伫天的爸，阮感谢你。以安息主日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欢喜的心开声学乐你的圣名。亲爱的天父，当阮搁一遍来到你面前的时，恳求你将阮内面、阮的内心、阮的内面拢变空，通互基督将阮搁一遍充满。阮过去遐个错误的、艰苦的。无想搁要提起的事，拢伫你疼的内面得到安慰。透放压迫阮的苦闷甲苦楚，互你医治阮心内所受到的伤害。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保守阮过去一礼拜的路站，保守台湾伫你疼的下面，互阮拢通自由来生活。即使阮过去一礼拜所行，若有得罪你的，我们要伫你的面前，搁一遍悔改认罪，恳求主的恩典，搁一摆撤销阮的过失，互阮看起家己会无够野，互阮愿意用疼心、谦卑，甲主来同行。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捌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为着阮的性命带来得救的愿望，但求你犹原赐了圣神保惠师，将天顶来的平安带到阮每一天的日子，互阮跟对你的脚步来行。亲爱的主，阮也要为着桃园教会福音的宣扬，你来祈祷，求你圣神的火点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中的热情。佮开阮的目睭，互阮有属灵的眼光，看见福音宣扬伫即个地区的迫切感。互阮愿意用祈祷合一、委身来回应主的呼召。阮也要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若有人身躯痛疼的、软弱的肢体，主恳求你来医治；软心倒退的。求主看顾加添因的力量，当兵出外的有主的平安甲面同在。这时，我们要恳求圣神，搁一遍临到阮的中间，除去撒旦魔鬼的脚叉，通过亚瑟拉牧师所开拓你的话，成做阮的帮站。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大家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第2章，创世纪第2章第10节到14节，和合本伫第2页，台语和日本嘛是同款是第2页。创世纪第2章第10节到14节，显着我来读。上帝话安尼讲：埃甸有河流出来灌压迄个园，对遐分开做4条。头一条名叫比顺，就是西流伫合菲拉全地的，伫遐有金有出金，迄位出是咧，迄位的金是真好，也出珍珠碧玉。第二条名叫基混，就是西流伫
古实传地的。第3条名叫希德格，就是留伫亚述的当时的。第4条就是伯勒。以上完全的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时要请喜恩诗班来献诗，今仔要献的诗叫做《凯歌》。正道，今仔日陈康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对生命流出的江河。咱所敬听的诸位大家平安。咱咧读创世纪时阵吼，我建议讲大家伫读圣经时阵，都爱先存一个祈祷，就是讲求上帝，互咱有一个至圣的这种想象力吼。因为创世纪太侪这个图像吼，咱真困难讲要实际的了解吼。总是上帝互咱有真侪的想象这个困难哦。比如讲，咱咧读圣经时阵有溪水哦在流，所以咱当倒转到细汉时阵，检查咱有中间到伫这个庄骹吼，有这个溪水所在伫遐收水吼掠鱼。我细汉时阵不是伫大汉溪的这个上游，伫溪口内也是讲伫拉好遮收水。爸爸妈妈伫遐挂钓啊，阮就是细汉这囡仔走去这收水吼，去掠鱼。中间嘛有一看伫大，这个有人吼，搬这个顶悬这个一寡迄个植物是小可有毒的吼。用手安尼，
搓吼，放伫水内底，啊，这个毒是神经麻痹即种的毒，吼，兼在是迄个鱼躯的所在，迄个鱼啊昏倒就对啦，啊浮伫这个水面，咱就赶紧去捡，哦，啊差不多经过20秒，伊就这个只鱼拢精神起来，吼。水诚做我一生中间细汉，哦，真好去佚佗的所在。伫创世纪中间描写讲有一条溪水，活命水对这个爱登园来流出。伫这个落尾的册启示录中间，有描写讲一条河对上帝宝座迄个所在流出。圣经中间若描写溪水吼，拢非常重要。比如讲，人喙干、土地孤单，拢需要灌压这个水。对这个所在，看到人的性命需要上帝话，就是这个上帝溪水，互咱心灵会当得到润泽。诗人第36篇第8节讲：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所以，当一个人信主的时阵，伊这个孤单的性命开始因为信心的灌压踮伫心底时，伊开始愈来愈无共款啦吼。好亲像互水来润泽共款，为了性命活命水伫伊的内面来叮当。所以耶稣有伫讲，人若喙干吼，就跟我来啉。第10伫写讲，爱定有河流出来，灌压迄个园，这表示讲，人需要高压水来运行咱内底所有身躯内面这个器官。相款的代志，咱灵命需要啉这个活命水，和主的活命进入到了内面。若是安尼，也搁爱大来开水来啉，啉到这个地步充满。圣经中间一条河这表示上帝的数字，伊是独一无二，是这个字表示人的数字，因为人是住伫四面八方的，所以这条河就要流到四面八方，互这个土地拢会当受到这个灌压，就表示讲福音也共款，传到世界地极，咱也食做这个溪水。所以，咱今早去听这个话语的时阵，一方面咱对上帝溪水领受伊的活命的相时，咱愈来愈充满到这个抗战，会当对你我性命流出耶稣基督的性命活命水，去影响你四周围的人。所以我伫想，这个100度或者活命的溃烂，一条河带来这区域的性命。有各样这个精生无共款动物，伫迄个所在会当来生活。活命溃烂，伫每一个人身上所表现款式无相像。咱中间每一个人，你是怎样选这个衫来穿？有些人是怎样你爱安尼来装搭你家己？兄弟，你怎样穿这个西米露？你有怎样？这个头毛是安尼，拢会当表现出你这个人的性命的溃烂。有人表现伊的性命溃烂，非常的这个乐观积极、体贴，非常温驯，真容易互人来亲近。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秘诀。有人表现的溃烂吼，真难是这个病单啦，消极，抑个非常的严肃。互人真困难来亲近，所以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到底你的性命是爱流出来，互人容易亲近，或者是讲互人感受到你真高、你真自信，互人感觉受真困难接近？倒一个？是倒一款？咱若对上帝创造的角度，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表示讲咱就要影响你所徛起的环境，甲这个人，所以你会当想讲，好亲像有一条河要对你我生命中间流出去，莫讲4条啦，
至少一条好无？有人讲基督徒毋免有活出这个影响力，我感觉这个基督徒真自私啦。咱想吼，一个基督徒进入到这个上帝殿中，伊至少有3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生命改变，就是讲上帝做伊的主人，这是头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到伫教会中间，你我生命都要改变，因为原来我无好，你都要通过性情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好，亲像以色列百姓伫旷野，伫个所在40年。这是第二个阶段，我想讲，真侪人停伫第二个阶段，无到第三个阶段。什么第三个阶段？就是做门徒、做主的工，会当受测。咱头头是人的信息，咱看12个门徒，感谢呢。你到伫教会变成真好的人，这什么意思？基督徒拢是好人，这什么意思？上帝警告咱，毋是爱咱做好人而已，就爱做工。就表示讲，生命过来流出来，你可以停伫这个所在。为怎停伫这所在？问题是讲，咱想要表达什么款的生命过来，或者是讲现在的我表达什么款的这个生命过来，这是无同款的哦。咱想要表达是一种愿望、期待。哦，看见什么人，哇，真够讲话安怎？四周的人就学落伊。我想要真做伊这款方式，总是伊呢，无想要努力，无想要改变，哪会可能呢？咱这个时阵所表达出来平常时阵真实的这个面貌是安怎？所以这个讲到今仔日，我爱挑战大家讲，到底咱带出来是一个互人欢迎的生命规律，或者是讲一个拒绝人的生命规律？咱是哪一款的？咱看第一条河，第一条河名叫做比顺白白的流。哦，先知的以赛亚有写讲，今仔恁最大的。就来就近，也无钱的，恁就来买来食，来啊！毋免银，毋免计钱，来买酒干呢？这条河流到下回啦，下回就是讲，互伊成长。流到迄在本来是无啥物活命，即嘛成长，这是创世纪的观念哦。创世纪的观念是到一个所在，上帝因的原因。互你所在本来是无活命，则变成做有活命。咱也共款，迄个所在有金，也阁有珍珠。金表示上帝性情。保罗伫一个所在中间有写一个经文，伊讲因为咱是甲上帝同工。你是上帝所做的园，上帝所起的厝。伊继续讲，又要对迄来显现，佮迄要试验达人的工是甚物款？人所起做的工，若要得了，就伊要得到工钱。意思讲，保罗描写讲，咱每一个人。好像上帝所创造一个工程，也通过上帝性情起造咱、改变咱。咱本来是土粉所创造的，总是因为有上帝画面留伫咱的内面，所以愈来愈变成做真好的这个器具，落尾变成做一个金。咱知影，珍珠表示咱每一个人顶头生的时阵，原来是真粗的迄个沙。总是这个沙本身，因为这个活命水不断安尼呛，将咱带入到一个珍珠的这个蛤蟆壳的内底，经过日子安尼对付时阵，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水的珍珠。
咱的性命原来是卑贱，即马变成做非常阳光。爱记得，咱唔通对家己角度来看，咱有啥物款的成就，咱就爱对上帝角度来看，咱是怎样。想到当初十个门徒，伫迄个时代中间，在所有人来看，非常平凡、普通的人啦。哦，总是经过日子的这个操练的时阵，这个人拢改变，变成做会当车用的工人。所以保罗讲一段话讲，咱正人的面，无早拍亲像镜，倒照自阳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阳光到阳光，亲像对主就是上帝安尼。意思讲，每一条河的功能是本来锻炼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提高每一个人的品质。到一个坎站，咱会当互上帝用。总是这个过程中间需要真侪对付。这是这条河，互咱有这个画面。第二条河，叫做基训。基训意思就是讲非常丰满，哦，真饱足的意思。约翰福音写一个文章，伊讲，因为我所予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直直冲起来，到永远活。这条河流非常多，这个水。流到这个果实，果实的原来意思是黑色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表示讲，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罪的原性，不管你是婴仔还是讲大汉，拢无这么害人歹代志，总是伫上帝眼光就是罪人啊。保罗讲，论迄个意爱，我就有；行迄个好，我无法度，因为原罪伫内底。我想起。大兄的这个囡仔，伊生了第二个这个查某囝的时阵，要倒伫这个婴仔迄个面床内底，伫食饭嘛吼，比较大差不多3岁这，突然间无食饭，落来走去迄个房间内底，忽然间听见迄个妹妹就就咧嚎。这个妈妈就赶紧啊！伊又过去用迄个手安尼，互伊妹妹真痛苦安尼啦。是安怎呢？细汉囝还阁细汉，伊就知影有即种性情和做怨妒，无人甲教，自然的，这就是原罪所表现出来即种的款式。总是咱信主了后，原来的内面就开始受到信心的改变，互咱得到阳光，好亲像石头和海水不断的强，变成做非常水、非常幼的石头。基督工作就是伫咱的内面来改变，伊改变一个非常贪心的抽象，伊的名叫做撒该。撒该原来是非常歹一个人，贪心，总是因为拄到耶稣的时阵，伊性命改变，变成做非常慷慨。我感觉一个人改变非常清楚，就要伫外口，伊改变非常清楚的特色就是分享。抽象生活应该是非常好啊，总是伊物件拢是头体的，欺负人的。直到拄到耶稣时，规个人拢改变。所以耶稣讲，人子来是要来超罪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时代也改变一个杀人的，或者杀人的这个帮凶，伊名叫做扫罗。扫罗对全世界来讲影响非常的大。基督教的中间，若确实欠缺扫罗时阵，咱无法度真过来了解旧约圣经。真困难了解上帝全部，等于迄日真侪人用石头要顶这个司提反要死时阵，伊徛伫边仔在笑。伊是一个共犯，总是伊拄着上帝阳光时阵，伊的人规个改变变成做保罗，伊彻底改变。
所以伊写一句话讲安怎？伊讲吼，人若踮伫基督，就是最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最新的。这个改变的故事，毋若发生伫1000年前、100年前，到即阵犹原来继续。什么人来改变这个人？无搁再是其他的人，是你甲我。咱做讲阿们，是你甲我。耶稣伫什么所在？耶稣伫地顶，当然，所以相信耶稣踮伫你的内面。咱手摸这行情，好无？请大家拢平静。耶稣做伙讲，耶稣伫我的内面。请咱用信心来画出来。耶稣伫我的内面。请你对边仔讲，请将耶稣挖出来。咱真侪基督徒将耶稣藏伫你内面，甚至会当讲你跳脚甲藏起来，是安怎？人无法度伫咱的心中看见耶稣，是安怎？头前咱无要相信啦，咱真正无要相信信心过来当改变你。或者是讲，你我中间有一个真的这个性质，讲我无爱改变，我就是安尼啦，无你要想要安怎？敢若不嘴无讲出来尔。他有个性的基督徒哦，安尼袂使，咱袂使做一真有个性的一个人。彼得有个性无？有啦，保罗有个性有啦，拢改变啊啦，无改变无法度受测用啦，这是真事实的代志。咱拢留伫这个世间，上帝要通过你我去改变每一个人。我讲两个人的故事，john Newton 这个人，写这《奇恩的 Amazing Grace》的这个作者，伊伫1755年到伫1807年活伫世间。青少年时阵真懒，生活真歹。买这个落地，有一日，伫这个大海顶面拄着真大这个风涌，险要死。伫迄个所在，伊就祈祷讲：上帝啊，你若因带我吼，赢过这个苦难，我就要跟对你。结果上帝互这个风涌来平静，伊安全活落来。经过几年，伊真做牧师啊。john Newton 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就是这个相片的边啊 ，William Wilberforce， 这个英国非常出名的政治家。伊迄个时阵开始写一个法案，就是讲反对这个买卖奴隶这项代志。这个案通过是差不多伊要过往迄个时间啦。Wilberforce 有一日感动。敬虔到地步，讲想要离开政治，到伫这个先去读册，要成做一个牧师。啊，伊朋友讲你就听知影讲，就甲口讲唔通，你唔免，你徛伫这个政治的台顶，比做一个牧师会当做的代志搁较侪，影响力搁较大，所以伊就无改变。john Newton 甲伊朋友伫1773年。写了这首诗歌，奇妙恩典，何等甜蜜！叫我脱离罪愆，情我失败，但得赎回；失明，但得到看见。几百年来，咱基督徒拢爱吟这首诗歌，真感动。描写伊家己的故事，总是要小详描写咱的故事。咱的改变，咱无拄亲像john Newton的改变非常戏剧，总是咱慢慢的改变。亲像我同款，我也无真大一种戏剧的改变，总是我的目睭看见我的老爸是遐尼认真、温群为主来做工，我内面真感动，我受信心感动，我看我家己不断的改变。我想咱大家在座拢安尼，的确你要看家己不断的改变，不是一时改变。所以你的改变的故事都要新啊！你的见证都唔通古早，都要新。
吼，都爱信。那昨暝甲这个太太冤家，你都要反悔，啊，无改变，无改变到彻底，吼，主动讲是嘞，就算讲你无对，都无这个唔对，继续讲我唔对。所以改变john牛顿。咱看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一美国的军官，一个是日本的军官。第二次大战中间，这个美国德沙泽，伊是使一个无人机轰炸机的。有一日，伊到伫日本的这个顶悬，无拄好受到高射炮拍落来，伊甲个同伴拢受裂、怪家，伫细细间的所在就虐待。哦，伊非常生气，非常生气。当暝伫军的时阵，想讲想用这双手吼，想要将这个日本兵吼，暗过用手来甲电死，气到要死。伊留的原因敢若一项，要电死你。总是有一日，毋知是安怎，伫个集中营中间。传来一本圣经，传来传去，落尾到伊的手，伊就很肯在读，圣神就感动伊的心，真意爱读圣经，读到一句话，吼，读到一句话，讲什么呢？伊讲爸啊，下边因为因所做，因拢唔知，愈读愈感动，流目屎。伊见证讲，我的心充满喜乐，甚至无愿意甲别人来交换这种的处境。本来是真痛苦、怨妒、怨愤，想要将迄个人来电死。但这个时阵喜乐、感谢。有一天有一个固守的人挑工甲欺负，伊的骹吼无穿鞋，用咧大门吼甲夹，足大力甲夹，痛到要死。讲伊这个骹吼，这个鞋。这话中间还有铁钉啊，甲塌，伊拢无讲什么，心中伫想讲，听你的对敌，听你的对敌。啊，这人当然后来有真大的改变。二战结束，德沙泽倒转到美国，伊心底想讲，伊有一日爱倒转到日本，毋是报复。伊是真做一个宣教师的新闻，倒到日本，果然伊真正安尼做。伊的改变，然后伊真做宣教师，倒到日本，真做了非常大的新闻，写伫这个传单。有一张传单哦，嘛飘啊传到一个日本人。啊，这个日本人吼，对军中来听我，心情真歹，无什么毋忙。伊对这清爽美国人手中摕到这个单，就读非常感动，就赶紧去找这个宣教师，对伊心就套一本圣经来读。这个人叫做烟田美金雄上校，伊就是1941年12月7号，迄日是我的生日。12月7号，请记掉哈，还未到啊，免记。伊就带领日本的空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就是迄个人。伊的故事拍出电影，迄日伊写，伊就画讲真好。英文中间是画讲 tiger， 就是迄个主角。伊的生命改变，拢交互耶稣基督。伊开始伫日本甲美国，所有人来讲起耶稣基督福音，甚至到倒转到珍珠港纪念25周年的纪念日。迄日，伊摕到一个礼物，迄个礼物就是一本圣经，封面写讲路加福音23章34节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因拢毋知。伊将这个圣经礼物送互伫战争中还阁留地。在活的这人对因讲：“真是的，请恁来赦免。”这美国听我了，真感动。烟田恳求来赦免。兄弟姊妹，
信心改变这个人性命。这个故事的改变，会继续改变伫咱这个时代，伫咱其他的这个国家族群。总是要通过什么人？通过你甲我。咱做讲阿门。这是咱同教爱做的事工，这是咱信徒爱做的事工。若是讲咱将这个耶稣藏在了心底的时阵，咱实在是亏欠嘛，咱亏欠。唔免听候讲，牧师甲你教讲什么款的福音的方式策略，你才会开始传福音。唔免啦，水若满，好像就石门水库若满，都自动都会流出来。你若心底喜乐时阵，若巴掌，你自然就表现出来。然后请这人到你的厝，请你来食一个饭，请你来跟你做你朋友，到你什么所在带去佚佗，分享你的故事，唔免急，迄天就爱带伊来信主，免遐尼着急，唔免检测半年，检测一冬，总是伫过程中间，你祈祷的时阵，信心伫个心中开始就叮当啊啦。咱做讲阿门。真多人讲哦，都要等到策略，什么策略？耶稣就是策略啦。咱真多人不要做朋友呢，不要交陪呢，生活真当生呢。哦，啊，请人食饭付钱啊，对方付钱，啊，这什么食饭？咱同教唔通安做。哦，无你请看卖，请牧师食饭试看卖一个。我也邀请主的长老做来。第三条河，这是后来因你看两个主角，伫遐读圣经，真感动！这个上，这个画面，感谢呢。咱做讲感谢主，因拢无伫啊啦，因拢无伫，拢伫顶啊。真是故事真水。第三条河做希德格，希德格是急流，真急的流的流。咱知影讲一条河吼，那准讲伊即个所在有即个真急、紧急的流，会当做什么的代志？发电。哦，最近咱中国甲印度发生一寡即个冲突，就是一条河的关系。溪水伫咱内面时阵，会当影响。哦，这条河是流到什么所在？亚述。亚述什么意思？亚述这个所在历史以来，拢是一个敬拜偶像黑暗的所在，激流要流到迄个所在，要来改变迄个污秽偶像所在，并且做一个光明。亲像先知以赛亚讲：“我要伫旷野中间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生命归来对上帝归来的时阵，伫你我的心底时开的时阵，自然会改变。我相信一个人会改变。我想起当初一个我的学长，即摆伫台中做一个真大教会牧师。大学时阵，伊本身讲话时阵小可有困难有迄个口疾即个困难啦。总是后来伊读即个华神，我读即个台神。有一日我伫即我中会中邀请伊来做一个培灵的训练，哇！伊讲话无共款。小可会听见，又往有一寡的这个口技，总是话语中间充满上帝智慧，无共款，有快乐，有影响快乐。所以每一个人都爱活出这种的快乐。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互相来尊敬，这是会使，这是礼数。这是尊敬，袂使到一个程度是真安怎？冷淡啦，超过冷淡，互人有一种距离。所以咱都爱想起当初这个门徒听候伫耶路撒冷，是圣神降临的时阵，这个门徒拢过改变。本来是非常冷淡，变成做热情；本来是惊吓，变成做非常坚强。本来是不晓讲话，亲像彼得。即马哇，真高讲话，互人刺激因的心。
信心运动点伫即迄个时代，请问一个问题：信心敢继续降临伫咱的中间？有无？哦，恁回答开安尼。信心继续的降临伫咱中间，大声讲阿门。所以咱的心都要拍开，你会当大胆讲主求你充满我，咱就会讲主求你充满我。你大胆求，你大胆求的时阵，咱来想想哦，你大胆求的时阵，你好大，信心都要降临你的心中，你都要准备好势哦，准备按照好势，准备受信心，甲你监督，甲你改变，带你到你较无爱去的所在。带你到一个所在，你本来的个性来全部来改变。爱下上的意思，不是咱家己意思。咱这真困难是对咱教会信徒了。有人真侪教会中讲真意爱礼拜，总是永远保持伊原来款式。这真困难啊！安尼真困难。讲无事歹势，我真避暑啦。我不要讲话呢。我若加迄查甫出去我规人都皮皮喘呢。我无法度，我好我点睛，坐教会前坐到上到落尾，迄个暗暗所在，上火个电火歹去，莫甲我照。无说你讲道，你讲话就好，我拢听。再奉献，我会奉献啦。做工我有闲才来做。我跟你讲，真自私啦。我坦白跟你讲，这种是真自私，无爱互信心改变。你敢若改变30%，30%无法度啦，改变90%嘛无法度啦，就要改变100%。然后最后讲100%，信心改变，每一个人改变。当然，我的个性，你我个有缘会当是较温柔、较内向，无要紧。我跟你讲，总是表现出来。无共款啊，无共款啊。颠倒你表达方式，用这种非常温柔的外向的方式来讲话啊。迄个是个性，咱的个性拢要受监督。落尾啊，讲这项代志。第4条好做撇达，撇达是甜味，是结是多意思。水留伫这个旷野所在，改变迄个土质，变成做会当生脱多，人的性命也为完是安尼。总是人要改变，有一个真困难的代志。我用一个图来表示。第一项改变就是讲，咱就爱甲上帝耶稣叫做结连。所以因为结连做伙时阵，咱开始性命有结子。这个头前结子是亲像约这个诗篇第1篇中间所写讲，独独以爱耶和华的律法，明日善事的这个人有福气。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边，照时结子，叶也袂打去。伊所做一切亨通，是安怎？因为伊内面有信心的结子，温柔、和平、节制、吞忍。这物件看不出来。我讲一个故事，我讲问大家，请问，咱讲这个热情看得出来无？看不出来啊！总是当感受，感谢呢？慷慨看得出来无？看得出来。总是当看出你的行动，会当知影你是一个真大方慷慨的人。信心的价值就是安尼。所以要未有行动的时阵，内面迄个本质就开始受改变，这是头一项。第二项是安怎？第二项是较困难的。第二项就是爱安怎？旧的人来死，所以就爱监督。这个监督的过程中间是不加痛苦的。我爱对一个我所怨恨的人讲，下面宽下，真困难。是真困难，总是信心对你讲，囝，你都要慎重，这项代志都要放下。你若无放下，无度，因为抑搁来的，搁较挑战的代志，搁较大，
爱放弃你的自我。咱身躯内面过去这个犯罪习惯，比如讲误会、邪情、贪心、饕餮、怨恨，这些歹代志拢爱去下去。总是还有一项，牧师认为做真大的一个观念，是啥物？意识形态。咱的歹的想法，皆大家会剃掉。是安怎？同款的教会伫南非时阵，爱分黑人的教会、白人教会。是安怎？同款是上帝囝伫即个美国中间，会发生即个种族问题。是安怎？耶稣讲伫即个教会中间，无分男女、种族，无分丧凶，无分好歹，拢伫基督内面，拢成做一体。这一体是啥意思？我放弃我过去所谓的骄傲，会当谦卑带到伫这个所在。每一个人拢成做上帝的囝儿，咱伫一个教会中间成做一体，做伙来荣光上帝。所以这个过程中间都要检讨，这个检讨中间就要检讨迄个意识形态、歹的价值观、歹的这个想法。第三，才会当再生。都要穿着新的衫，这个新的衫是智慧，还是讲欣赏，亲像上帝同款。创世纪讲，咱是用上帝形象所创造的，咱唔咱这个款式，无拄拄定义就是上帝迄种的外表，唔是，总是咱内面迄种的想法、价值观，亲像上帝同款。每一个人，拢伫咱的心中。看见这个形象，看见这好的见证，好亲像有一条真丰富这个活水，对你我心中来流出来。在这种不知不觉中间，每一个人想到讲，哇，台湾教会这个信徒长老，还是什么人，实在是无共款啦。我真意爱对这个教会出来兄弟姊妹，因为讲话款式。因的行达，因的所做，拢真好。当咱会晓做人的时阵，福音见证第二步才讲出来，免着急，免着急。今早起，咱听了这话，就表示讲，请咱唔通阻挡这个活命水对咱的心中无互伊流出来，请你打开好无？请咱拍开，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将你的话签明互阮，通知影，原来你已经将这条河刷到每一个人的心底。你一直都唔望讲对这河中间会当重新来拍开，对咱每一个人受拯救、受调这家里中间。咱会当放心讲，有对天顶人开立，要对咱的心底流出来，流到四周围，求主来引带。有当时阵，咱实在是真欠缺，咱刚才流出来真歹的气味的溪水，总是求你来清去阮的心，互阮重新来流出是香的，有同样这种的画面。伫阮逐人生命中间，互听见人、接近人欣赏，会当学了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这是咱三甲过来吟圣诗178首，圣诗178首，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
请起立吟全首。真心感受你馈赠的主爱，求主进来充满心内。让我真心感受你馈赠的主爱，求主进来充满心内。求主因你信息来使阮舒服。主你因信心来使阮舒服，主你因信心来使阮舒服，求主因你信心来使阮舒服。让我真心感受你快乐的主爱，时刻体验信息和爱，在我真心感受你快乐的主爱，时刻体验信息和爱。求主你信息来接我出去，求主你用信息来接我出去，求主你用信息来接我出去，求主你用信息来接我出去，让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平安。让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平安。请坐。这时，咱要请陈康牧师来主持圣礼典。咱这个时阵来坐地，来吟圣诗365首，听候咱也指主耶稣基督为咱主顿备办的这个圣餐。所辛苦的人的心，代表团修，代表教会，教会主徒。代表明心会尽当三个家命家团一体来给撒天隆中并归当切人，也地之位各处给人，主你修担愿的安稳，我来感谢。
主以爱最配万心，暂管听你那亲。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来参加，来领受主的圣餐。所亲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跪伫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我就是活命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脆干，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个伫地。所听兄弟姊妹，叫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用我对主领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擘饼讲，即个身躯为恁来拍破的，今仔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是用我血所设立的。信约，恁逐摆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等主要所有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即个时阵，咱也照伊的款式，大声咱来感谢上帝，做伙来祈祷。被阮的上帝。但愿照你命令摆你这个宴下，是要诚做纪念你永远的祭司。愿谦卑恳求你的圣神来圣白阮，也亲起才会摆伫你面头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通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血，为当诚做阮属灵培养。阮的心中伫你的恩典中间，因跟主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名祈祷，阿门。主耶稣摕饼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恁来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咱放上性命，死伫十字架顶面。恁以爱跟对我，也行安尼来孝念我，请顶落。咱中间设施，你也未受洗，且毋通摕其他摕到的慢请来食。着趁妖花通找着时，来找伊；第三军的时来求救伊。歹人就离开伊的道路，不义的人就改换伊的念头，就归向妖花，伊要怜悯你，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什么人会当上摇花的山？什么人会当倚靠以神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气，存心无妄虚假，咒抓无轻。
这个人要得到上帝祝福，佮对救伊的上帝来得到义。耶稣讲：“这是我身躯为咱来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请咱感谢来领受。”食了后，耶稣旁杯讲：“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恁就今日来纪念我。我的心真正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的，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愿伫你的殿内笑念你的慈爱。有一项事，我对身体、对耶和华上帝祈祷讲，我犹原志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要看伊的阳光，要来笑念伊的殿，到永远。
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才咱感恩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咱三个伫地，咱做伙来感谢基督。百万的上帝，感谢你，对你有极大的疼，互阮通领受，通过你的圣餐，诚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你阁互阮明辨，你真正是疼阮，保护阮，互阮清知，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一体。也诚做你永远国度好的主啊！这是阮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家己，诚做活我的祭时阵，阮恳求你拍开阮心底，你已经保存迄条永远的河水，互阮无自私，无顾家己好，互阮有大方的心。亲像你拍开撒该心底河水，请你也拍开阮心底的河水，互阮通活伫这世间时阵，会当领受主上帝你对顶面来馈力。阮实在是看见也经验到，阮的性命真正会当影响其他的人，为着别人的好处，造就别人，互这人拢会当因为我的关系。敬我你，认捌你，跟对你，愿搁一遍献上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这时，咱们来回应上帝的听，来奉献，咱们请林家和执事、黄思辉执事来书献。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
是来报告，报告以前，咱三甲来看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兄弟来读2遍。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静行通，诗篇1章第3节，请。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静行通，诗篇1章3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静行通，诗篇1章3节。就是报告掀开第1页，2月份特州的中级竞争胜利简称执事邓亚忠、叶立义。后日下主日2月12这个是咱的新春的礼拜，2月14是带迄个林希浩林希浩牧师来主持，所以咱2月14迄天2场的合并要为9点半开始，请咱来注意。主日2的聚会，那请咱看第1页甲第2页周间的聚会，除了这个目前是暂停教会小组的聚会，咱大部分拢是伫线顶来分享，请咱来注意。第3页是教会大道的事项甲奉献的明细，若毋对的，请咱甲办公室也是中级来更正。就是报告。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要召开财团法人的董事会，请全体的董事伫4楼交易室来出席来参加。下晡1点伫701的会议室要召开2月份定期的中级会，请中级出席参会。会后线接要开小会，请小员出席。下主日2月142月12日时，咱是新春的感谢礼拜，头都报告过咱2场合并是为9点半开始，请全家伫过年新春的时来敬拜上帝，献上咱的感恩。2月142场的这个合并伫9点半开始，咱请林希浩牧师转来咱本会来分享信息。小会消息。小会针对目前疫情的变化做下面的宣布，请全体会友来配合。咱做聚会方式，目前依然以实体的礼拜甲线路顶面的礼拜，咱相时来并行。会友会当选择合宜的方式来敬拜上帝。那日后是毋是要停止这个实体的礼拜？咱会遵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发布有关的本土案例的情形来公告，予大家会友知影。参加礼拜的会友，咱请遵守防疫的规范，请量体温、喷酒精，进入教会礼拜堂，请专程挂喙罨，保持安全的距离。咱要用梅花座咱正有看起咱正座位嘛已经安置好势。第4，本主日圣礼典照常来举行，若是伫厝参加这个圣礼典的，请咱自备吐司面包加葡萄汁。伫牧师主持圣礼典的上时，同步对这个牧师的指示，咱来纪念主的恩典。消息报告：教育部综合金审查委员会对今仔日开始。要接受109年第1学期历学金的申请到3月14中昼12点截止。要申请的同学请伫这个时间内面，将你的成绩单影本甲申请的表格、刷卡的记录提供予各班的老师，也是班主任来申请。华语新姓诗就是咱粉红仔色的这本的新姓诗欢迎中级甲会友到办公室来购买一本是340块。
新春春节的即个期间吼，咱的干事啊，甲即个楼骹守卫会出勤的情形吼，咱伫即个咱的周报内面有讲过，啊，请咱大家来注意。其他消息啊，桃园督局合作社伫咱今仔日中昼12点，要伫701召开合作社的理干事会，请理干事来出席。啊，此时下面咱要来举行2月份的庆生会，咱请关怀部长来主持吼。下面念着的名单，请来头前。彭谢满玉、田文义、江泰书、吴桂兰、吴丽玲、宋水泉、宋玉英、李茂成、孟桂英、林小莹、徐丽凤、蔡吴春、曾怡维、曾怡欣、尤允珍、尤俊祥、黄文光、黄玉文、黄慈辉、黄维斌、叶嘉瑜、刘子颂、刘明杰、刘俊龙、潘秀义、萧慈明、谢明俊、张美惠、罗俊杰、陈世云、王秀燕、邓碧玉、邓亚忠、曾清水。咱即声，即摆有声吼，有吼。咱即声来为今仔日的寿星来祈祷吼。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救赎咱的性命，因为你伫咱性命的中间，互咱有稳定，互咱有你的帮助，时时刻刻领导甲阮送到地底。今仔日阮来祝福2月份的即个寿星，愿你的稳定，愿你的祝福，甲因送到地底，直到永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即摆讲，祝你生日快乐，祝。好，阿门。这时，咱们请正义传道来介绍来道，甲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吼，今仔日真感谢陈启安牧师来到阮的中间吼，来主持新礼典，嘛带来真好的信息，甲真好的话语甲教示吼。我代表同教会对伊讲一声感谢，按即马用普仔声来对伊感谢。好，谢谢。上营392首，俄勒上帝万福本源。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甲圣神的感动引带，甲咱正大家三个弟弟，对这时甲你永世代不说，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请坐。
歌。弦乐乐道。平安礼，请兄弟姊妹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所有圣歌队队员留下来，在4楼练习。在4楼练习，圣歌队队员